比寡人重要。等寡人的孩兒落地，你再来承明殿，给寡人整理书简文书。大王，臣妾有一事要禀报。说吧。明日臣妾想出宫一趟。寡人已准许你出宫，只是切勿莽撞，要记得照顾好自己和寡人的孩儿。臣妾出宫是要见一故人。爱贤念旧是人之常情，早去早归。可臣妾……好了，已经很晚了，寡人还有政務要办，早些回去休息。臣妾告退。怎么样，夫人？我打听到了，芈月那邊已經向永相令要了明日出宮的車，說是要去四方館。好啊，終於讓我抓到了把柄。你芈月膽大包天，竟敢出宮私會情人！哼！走，美兒，跟我去見王後。是。王後，孟昭氏來了。他來幹什麼？那奴婢回了他。不用，讓他進來吧。是。拜見王後。免禮。妹妹這麼晚來，是有什麼急事嗎？王後可知道芈月明日要出宮？我雖然不知，但我想她要出宮，自有她的道理吧。芈月身為宮眷，懷着身孕，竟然敢出宮，簡直反了她了。芈月能出宮，定是得了大王的准許。我乏了，想歇息了。有什麼話明日再說吧。王後，王後，走。好在衣裳肥大，倒也看不出什麼。到那種男人成堆的地方去，還要見一個死而復生的人，我這心還沒出門就開始跳得厲害。姑姑不用擔心，一切有月兒擔當。走吧。王后，芈月真的出宮去了，她一定去見皇協了。我們要是即刻去向大王出手，還來得及。不能向大王走漏任何風聲。王後，機不可失。我說過了，這件事情我不能做。畢竟我們有過姐妹情分。王后心腸太軟，不要再說了。可萬一芈月和皇協一去不復返，怎麼辦？這不是我們最希望看到的嗎？萬一大王知道了，這也正是我擔心的。昨夜孟昭氏來，雖然她言語中藏頭藏尾的，但給我提了個醒：這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。姑姑，你一定要替我記住，我芈姝對此事從頭至尾毫不知情，所以幫不了誰。是。大道為根，自然為武。
天地为師，天性為尊，大爭為本。你們道德家所謂的情虛無為、清靜自守、依物而事、心靜不為，實際上就是求於無用，居於下構，消極避世，其實就是無用。我兵家講究用兵之權，當推張世家，以戰加戰，才乃治兵之將，民之司命，國家安危之主也。家事奉取，和樂民之樂，民亦樂其樂；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。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，然而不忘者，謂之有也。以下才是大國之本。道德家所教，實屬於魏国承諾籌集8萬兵力人馬，韓國答應出兵5萬。韓王一向信口開河，答應出兵5萬，能來2萬就不錯了。楚離子已經去了函谷關，大戰前的籌備進行得越早越好。夫人，這是？麻煩大監幫我通報，我要見大王。大王正在和眾臣商議國事，臣妾可是有要事要稟報，要是耽擱了，恐怕大監也擔不起干係。這可不好辦。